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今日同大家講歐洲啊，呢個俄烏啊又有新嘅進展啊。不過咧，呢個咧歐洲嗰邊嘅媒體咧，哇大肆鋪張咁樣宣揚啊，講到好犀利啊，9個國家咧簽訂呢個咧就係即係原則上嘅同意，就話咧向呢個烏克蘭咧派兵咁樣話噶。咁啊跟住又話喂，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一定要有美國嘅支持支援，同埋有佢哋嘅武器。咁啊，即係點啊？咁即係美國唔願意落場嘅，你哋班友仔就自己搞唔掂啦。咁咧又係一次承認咗就話俄羅斯一個國家，打3年都打唔到烏克蘭落嚟，搞唔掂啦。咁搞唔掂，你又唔使9個國家簽署一齊嘅原則性協議，跟住就都仲係話要有美國喺度啦。咁而家美國根本就唔願意做呢樣嘢。咁我嘅判斷就係話，嗰兩個特使，包括咗阿特朗普個女婿喺度，咪就係呃 Q 你哋班人咯。特朗普嘅意願根本就唔會派兵落去，咁你何來會無啦啦支持你呢？咁所以咧，成件事咧矛盾重重噶。不過咧，高比哥咧喺畫面上邊咧寫咗呢個噶啦。歐洲咧其實咧喺好早之前咧一路拖住咧唔俾呢個烏克蘭去投降啊，或者簽呢個和平協議咧，簡直係等同咧係佢嘅劏豬凳。咁啊，可能咧係好多地方嘅人咧唔明劏豬凳呢件事或者呢個字啊係點解啊？咁啊，凳咧其實咧我哋以為係坐嗰啲凳啦，實際上咧喺以前講咧呢個凳就代表一張台啊，一張台。咁啊，劏豬嗰張台嚟噶，咁啊即係形容咧就話咧有兩個意思。第一個咧就話啲女人咧就駝女啊，又或者咧克夫，咁啊叫做劏豬凳。另外一個咧即係話咧就死豬俾人擺上台，咁啊呢張台梗係唔方係好嘢嚟噶啦，專係咧載住啲衰嘢，咁啊搞死人哋就係擺上去張台嗰度咁樣噶。咁啊好啦，歐洲咧真係嘅，如果咧嗰啲烏克蘭人要怨嘅話咧，我覺得咧有6到7成咧，佢哋應該要怨嘅咧係歐洲，就唔係俄羅斯咁簡單。嗱，佢哋怨俄羅斯就梗㗎啦，我唔會否認嘅。但係咧，其實咧一早咧，你哋一個國家唔需要去到今日呢一步，亦都咧唔需要咧死咁多人嘅，全部都係歐洲所造成㗎。咁啊，美國有冇啊？拜登有冇啊？咁啊，梗係罪魁禍首啦，佢撩起嚟㗎嘛呢單嘢。不過咧，反而咧，我覺得咧，真正嚟到而家真係要稱嘅話咧，歐洲咧嗰個傷害咧，比美國咧更加大嘅，即係對於烏克蘭嚟講。咁啊嗱，12月嘅中旬啊，呢個咧歐洲咧又一次咧喺呢個烏克蘭問題上面咧高調咁樣亮相㗎。咁啊喺呢個咧叫做柏林所舉行嘅一輪咧閉門嘅談判之後咧，德國嘅總理默茨宣布，佢話歐洲正喺度計劃咧要咧組建一支咧多國嘅部隊喎，多國以保衛咧烏克蘭嘅長期安全，並且咧協助佢咧係重建翻咧軍事能力㗎。而呢項嘅表態好快就得到咧多位嘅歐盟主要嘅國家領導人咧原則性嘅支持，聽清楚啊，係原則性嘅支持。然而咧，所謂嘅叫多國嘅聯軍，更加多似係一份咧政治聲明，而非係一個咧實質嘅軍事嘅務實㗎。呢個背後係一個咧歐洲國家對於烏克蘭問題日益複雜嘅一種多重嘅焦慮嚟㗎。好啦，一方面歐洲咧希望喺戰後秩序重塑之中咧要咧搶佔一席之地㗎。呢個一路都係佢想做㗎啦，要上台。另一方面咧，必須所以咧，頭先咁樣要上台啦，係咪？所以必須要擺出一副咧積極介入嘅姿態㗎。好啦，但係另一方面真正落實去到派兵啦、部署啦、後勤啦、傷亡嘅責任等等呢啲問題咧，個個國家咧都表現出咧好似一種觀望遲疑同埋裏邊咧仲係有分歧㗎。好啦，並非所有嘅歐洲國家咧都係願意去參和落呢一場嘅持久戰嗰度㗎。有啲咧顧忌咧俄羅斯嘅反制會帶嚟佢哋嘅能源啦，同埋咧安全嘅成本嘅問題。好啦，另外有一啲咧乾脆咧根本就唔想再為呢個烏克蘭繼續咁樣消耗佢哋嘅資源同埋佢哋嘅民意㗎。正正喺呢種嘅矛盾嘅心理之下咧，歐洲表態咧係越嚟越多嘅喎，個禮拜或者個2個禮拜有一次表態㗎，好多個表態。但係
實際嘅行動苗苗可數啊！事實上啊，呢個呢戰後派兵嘅講法呢並唔係新鮮㗎啦。自從喺呢個2022年啊嗰個衝突爆發以嚟呢，關於歐洲將會呢組建維和力量去駐喺呢個烏克蘭裏邊嘅呢個講法呢，係時有呢浮現出嚟㗎。但係啊，當呢個俄烏嘅戰事持續咁樣膠着嘅時候呢，所謂嘅戰後呢，始終呢都係遙不可及㗎。派兵嘅呢個承諾呢，亦都係呢一次又一次咁呢淪為空談嘅。嗱，更加諷刺嘅係咩呢？就係喺維和口號嘅背後呢，歐洲呢正正就係戰火持續嘅助燃者之一嚟㗎。嗱，如果唔係佢反覆咁樣勸咗呢個烏克蘭呢唔好妥協，跟住持續咁樣係提供武器去拖戰嘅話呢，跟住個衝突早就已經可能一早就有轉機㗎啦。而家再喺度高呼高喊保衛烏克蘭，簡直顯得尤為尷尬咁話㗎。好啦，過去嘅幾個月歐洲同埋呢個烏克蘭進行咗多輪嘅會談，核心嘅內容唔再係援助啲物資俾佢啦，已經唔再講唔敢講啦而係要俾基輔你哋要堅定立場，唔能夠以割讓領土去換取和平咁樣話。呢啲事情其實好多時候會令我諗翻起一啲歷史啊，即係你而家身在其中啦，你會覺得好荒謬。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睇翻啲歷史我哋唔明點解當時咁荒謬嘅佢會做到出嚟今日我明。原來佢哋身在其中嘅時候個個為咗自己嘅利益真係可以蒙蔽雙眼可以埋沒良心可以完全置其他或者成個世界於不顧就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嘅啫。OK， 成件事就係咁樣咁所以都幾無奈下㗎。過咗30-50年我哋今時今日呢個2025年又會變成歷史。當時嘅人又會講點解嗰陣時佢哋咁蠢嘅呢？烏克蘭人即係咁蠢嘅呢？俾歐洲嗰邊咁樣喺度操弄佢哋自己嘅國家，搞到自己嘅國家打到爛晒跟住又要割讓又成。喂，首先要記住先，歐洲每一次出嚟講呢啲嘢好似佢係贏嗰方咁樣，講到個口氣大到嗰個姿態高到但係佢好似唔記得咗，而家係輸緊喎，係咪？而死緊嘅係烏克蘭人啦，當然，又或者係佢哋派入去嘅僱傭兵咯。咁琴日又再講嘅就話又有即係戰俘或者死亡嘅屍體就係英國嘅。咁直情英國自己出嚟承認咗，就係現役嘅軍人嚟嘅。咁但係就冇講點解佢會喺當場用咩身份出現咁樣成啦。好啦，無疑強化咗烏克蘭喺戰場上面嗰個冒險心理，就因為佢哋當時叫佢哋唔好割讓土地我哋會不停供應啲武器俾你我哋會支援你我哋情報又俾你咁甚至乎有好多個評論已經講其實係一個嘅俄羅斯對付整個美西方嘅軍力。所以有啲嘅軍事嘅頻道判斷直情話俄羅斯係勁到無論㗎。咁當然啦，我亦都唔覺得呢個事情可以完完整整咁樣係得出呢個結論嘅，因為其實而家俄羅斯根本就冇用盡全力，亦都相反咁講，美西方而家亦都係冇用盡全力㗎。大家都冇用盡全力嘅情況之下，佢判斷邊個勁啲，邊個差啲、弱啲，冇乜意思啊！可能俄羅斯而家攞緊3、4成、5成嘅功力出嚟，歐洲可能攞緊3成、4成，甚至乎係6成嘅功力出嚟。咁你真係唔知，我淨係知道歐洲嗰個武器庫每個國家嗰個武器庫可以講得係差唔多係掏空咁滯㗎啦。剩翻落嚟嘅就係佢哋判斷自己如果萬一真係咁唔好彩受到襲擊要被打仗嘅話係咪可以就維持到1個禮拜定係2個禮拜咁樣㗎？咁淨係得咁短㗎咁其他嗰啲真係冇，再加埋佢哋個軍工本來真係唔夠快㗎，而家仲面對緊稀土嘅問題，所以一切又一切都好啦，其實根本就不利於佢哋就多過利於佢哋㗎。呢個時候佢哋亦都係真係唔係好夠膽同中國就即係所謂叫反台㗎，係叫囂下會咗，因為佢係評估過咁樣叫囂會唔會得罪咗北京，跟住繼而導致到我哋跟住冇得行落去咁樣。但係你話佢唔叫囂咩？唔得㗎！如果唔係點揾選票翻嚟陰公係咪先？仲有搞啲事出嚟先至可以攞到 budget， 攞到預算去中間攞到利益㗎嘛。好啦，頭先講咗啦，
根本係佢哋咧拖延咗。咁啊一邊又話喺度咧聲援咧呢個咧就烏克蘭，另外一邊咧其實喺度拖住佢噶。嗱，佢哋啊亦都係切斷咗咧呢一個烏克蘭嘅退路啊。呢個正正就係俄羅斯希望睇到嘅局面嚟嘅。俄方咧始終咧係明確㗎，佢話任何嘅停火又或者協議咧，都必須要喺咧軍事目標已經達成嗰個前提之下咧嚟到展開嘅。如果冇呢個咧歐洲嘅介入同埋慫恿嘅話咧，澤連斯基政府喺呢個美同埋俄嘅聯合壓力之下咧，極可能早已經係做出咗妥協㗎啦。但係而家每一次嘅談判咧，都俾歐洲國家咧引導為所謂叫價值觀之爭，跟住令到咧呢個烏克蘭喺戰略嘅選擇上面咧不斷咁被係鎖死咗㗎。嗱，更加具有現實張力嘅係咩咧？就係澤連斯基本人咧已經多次咁暗示，希望咧美方即係美國盡快咁敲定呢個咧和平方案。但係歐洲咧就持續咁樣喺度製造一啲輿論嘅成本，試圖將佢捆綁為咧西方共同防線嘅一種象徵㗎。即係你唔好投降咁我就等於我哋成個西方咧崩潰㗎啦。我哋要向俄羅斯咧認輸以後咧要向佢叩頭㗎啦。唔可以㗎，唔可以讓咁樣。真係好無奈嗱，呢種咧扭曲嘅一種聯盟方式使到烏克蘭咧既冇勝算，亦都冇咧退路咁話㗎。好啦，咁同呢個歐洲高調咁樣組隊去相比特朗普嘅態度咧，則係顯得咧直接得多啦。佢拒絕咧對於烏克蘭派兵，甚至乎唔願意咧為佢班傳統嘅盟友再多咁樣承擔一個安全嘅義務㗎。咁喺呢個柏林會談進行嘅同一個時間段特朗普咧係公開咁樣表示，就話自己近期同普京咧多次通話咁話並且聲稱咧就話美同埋我比以往任何嘅時候咧都更加接近咧達成一份嘅協議咁話㗎。喂，呢一番嘅説話立即咧喺歐洲度咧引起強烈嘅震動㗎。無論個內容係真定係假都好啦，佢所釋放出嚟嘅訊息咧都係令人哋不安㗎噃。嗱，美國有意咧玩單飛啦歐盟咧你就俾人咧邊緣化咗，而美同埋俄咧接近，跟住烏克蘭咧而家就被拋棄，呢個係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難以接受嘅一個咧局勢嘅演變嚟㗎。好啦，特朗普咧之前多次咁強調佢嘅底線咧就係唔再俾呢個烏克蘭咧，唔俾呢個烏克蘭去派兵。OK， 呢個咧呢一點正正亦都係共和黨內部嘅基本共識。又或者可以咁講係 MAGA 派嘅共識嚟㗎，就係話我哋做咩要為咗你嘅利益幫你去打仗啫？係咪？嗱，如果你俾錢請我去做僱傭兵保安，咁我冇辦法啦，係咪？喂，受人錢財就替人消災。但係而家美國咧好似甚至乎咧我頭先講呢句咧都多餘受咗你嘅錢財都未必要幫你消災㗎。咁當然啦，打下嘴炮呢啲嘢一定做嘅。嗱，喺歐洲佢試圖咧通過集體表態嚟到爭取存在感嘅同時特朗普咧就將個話語權咧牢牢咁掌握喺咧華盛頓嘅手裏邊㗎。嗱，佢用咗呢個咧用同普京通話頻繁、協議更加接近嘅呢種講法咧，向外界咧係傳遞訊息，就話美國咧隨時可以繞開呢個歐洲嘅節奏，去推進咧自己嘅談判路線㗎。而對於歐盟嚟講呢個就等於咧被當場咁提醒。即係話，就算你坐喺場裏邊都好啦，你都未必咧可以握有咧決定權㗎。而呢個嘅操作唔單止係掏空咗歐洲嘅籌碼，更加係咧喺呢個和平方案博弈之中咧係重設咗成個棋盤㗎。好啦，目前關於呢個烏克蘭衝突嘅解決方案咧已經浮現咗咧3種嘅版本。美俄之間嗰個咧就係叫28點計劃。美烏之間後來傾咗出嚟嗰個咧就係19點計劃，而歐洲同埋烏克蘭協商之中咧嗰個就叫20點協議㗎。好啦，咁有分析就講啦，佢話烏克蘭咧正喺度全力咁敦促或者叫促使啦呢個美國咧接受呢個歐烏版嘅方案，以最大嘅程度去保存住領土同埋主權嘅框架㗎。然而問題係在於真正說了算嘅咧並唔係美國你係咪搞錯對象你游說到美國接受都好，
美國游說唔到俄羅斯喎，你睇唔到咩？不過又好無奈，咁佢唔游說美國，仲游說邊個啫？佢都冇辦法接觸到俄羅斯，佢亦都知道呢個方案俄羅斯唔會接受。佢想游說到美國，跟住美國用佢自身嘅實力同埋壓力，就俾呢個咧俄羅斯，希望咧就壓到佢。但係好明顯咧，俄羅斯根本就冇買美國嘅帳㗎，係咪？嗱，普京咧早已經係表態㗎啦。嗱，無論喺任何嘅情況之下，俄羅斯咧都將會咧完成軍事目標㗎。呢個意味住啊，和平談判咧係未觸及咧喺呢個俄方嘅底線之前咧，係冇辦法咧係展開嘅。即使啊係特朗普岌頭啊，一旦咧觸碰到咧克里姆林宮嘅紅線，協議咧照樣係會泡湯㗎。好啦，呢個正正咧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啊。歐盟呢一次嘅所謂為咗上台嚟搏老命嘅咁樣嘅出兵嘅表態啊，更加似係一場咧政治博弈嘅表演啫。嗱，既係啊向呢個烏克蘭展現咧佢哋嘅支持，又向美國表明啊自己咧仍然係有咧地緣嘅影響力㗎，試圖啊保留喺咧呢個戰後安排嘅一張咧入場券嘅。嗱，但係現實嘅係咩咧？就係話即使咧歐洲咧上咗台。但係亦都未必咧食到咧嘅熱菜㗎。而家啊，歐盟咧嘅尷尬集中咧爆喺呢個3個嘅方面㗎。第一個就係軍事能力嘅問題。軍事能力同埋動員機制根本就跟唔上佢哋嘅口號。話要傾咧派兵同埋咧威懾，根本就離唔開呢個咧統一指揮㗎嘛。後勤同埋咧持續嘅投入，但係呢個咧歐洲內部咧好難咧喺呢個成本同埋風險上面咧形成同一個嘅帳㗎。第二就係咩咧？就係外交通道咧係被擠壓嘅。當呢個華盛頓同埋呢個莫斯科之間嘅溝通加速推進嘅時候歐洲咧係好容易咧就從一個參與者滑向咗咧呢個叫被通知者。你冇份參與，你以為你有啫，你係被通知個位。OK， 好啦。第三就係錢又從何來呢？係咪條帳點樣算呢？嗱，圍繞住凍結俄羅斯資產點樣去處理，能唔能夠用喺呢個援烏同埋咧法律與係咧反制嘅風險點樣去承擔呢？歐洲嘅內部爭論長期咧係拉鋸咁樣㗎。咁越嘈得犀利咧，就越暴露佢哋嘅底氣咧係不足嘅。每一次嘅表態都好似喺度咧做一個咧自我打氣咁樣，但係真正要去到面對現實嘅時候咧，佢就暴露出咗咧嗰個力量嘅空心同埋咧方向嘅迷失㗎。而歐洲咧要想喺呢個未來嘅烏克蘭問題上面保留住影響力嘅話，唯一嘅途徑唔係不停出嚟嗌口號咁樣又或者係刷存在感嘅感覺，而係要攞出咧有規模嘅，要有咧體系嘅一種咧戰略協調同埋咧資源嘅投放㗎。喺呢一點上邊特朗普咧可以講得係咧冷眼旁觀冷眼旁觀，同呢個普京嘅強硬底線添。反而令到咧歐洲嘅表演式參會咧係更加去得尷尬㗎。下一個嘅階段咧就係隨住呢條戰線咧一路收縮，同埋啲資源咧一路咧喺度枯竭嘅話，烏克蘭咧將會喺越嚟越需要一個咧所謂實際解決者啦。屆時歐同埋美係咪仲喺度咧能夠係圍繞住嗰個所謂叫價值觀係繼續喺度咧高唱合唱咧？恐怕咧都係難以為繼㗎啦。好，文章咧就分享到呢度咁大家都明白歐洲咧係幾咁湯豬凳，咁一路拖到咧而家咧即係得翻呢個烏克蘭得翻半條人命。而且呢件事咧做出嚟咧，唔單止咧對佢哋唔好對美國唔好，中國唔好，成個世界都係咧有好大嘅影響㗎。真係無能者就冇一件事能夠做得到。但係咧越係無能嘅人咧唔知係自卑定係自大咧，嗰把口咧就越犀利越能夠咧喺度咧真係吹到好行。你聽下麥茲出嚟講嘢聽下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出嚟講嘢咧，你就會聽到哇！唔識佢，以為佢係世界大國number one 咁，識佢得啖笑咯。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